同釘十架，加拉太書2章20節。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。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。他是愛我，為我捨己。好多基督徒唔夠認識基督十字架所成全嘅功效，就好似有啲信徒想勝過壞脾氣，就對主話啦：主啊，我將壞脾氣同你同釘十字架。豈不知昔日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，成全神嘅救恩，已經包括咗所有信佢嘅人。整個亞當裏邊嘅舊人都已經同佢同釘十字架啦，完全了結咗，叫我哋從此向罪死，向神活。呢啲係聖經所啟示嘅真理。保羅就係一個明白傳講呢個真理，而且活出呢個真理嘅人。佢一生中勝過罪己肉體嘅秘訣就係：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。弟兄姊妹們，可能你因為時常都面對失敗、軟弱而感到灰心，專心仰望主啦。佢已經藉住十字架嘅救恩成全咗一切，我哋只要憑住信接受、宣告呢個客觀嘅事實，就必定可以經歷基督復活嘅大能。以弗所書1章19節嗰度話：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獻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你依家係咪軟弱呢？灰心失望呢？請謹記呢位勝過一切死亡、悲哀、艱難、罪惡嘅基督喺你裡面活着，你仲擔心乜嘢呢？呢位愛你、為你捨命嘅主喺你嘅裡面，你仲喪膽咩？請天天時時憑信去宣告、享用呢個祝福啦！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着。親愛嘅主耶穌，感謝你喺十字架上為我捨己，令我能夠向罪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看自己是活的。主啊，當我喺生活中面對失敗、軟弱、灰心同埋失望嘅時候，求你開我嘅眼睛，叫我唔係睇到自己，而係專心仰望你，令我能夠過得勝、喜樂並且充滿盼望嘅生活。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